欢迎收看《后上太上宫》，有关太上宫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土司中阿松谷江海楼后上人，大在古了经济世界人口调查嘅报告看得出来，係2002年加下來台灣平均身高，西來係173.53公分，西門人嘅平均身高係160.7，啲世界地圖大約係排到對等左右。唔過啲人嘅成長嘅高長程度咧，是因為人嘅身高要知道，當有自信，當有驕傲，當傻皮嘅感覺，也係知道。當煩惱，當無自信嘅，今日邀請到6個後生人，老大家共下來討論一下，到底做乜嘅身高會影響到你嘅生活安排咧？掌聲歡迎！主持人老嘅小機隊阿志怡，大家好，我係從細愛到大，都會高中就表現上高嘅阿志怡。今日老嘅小機隊係李嘉。大家好，我係世紀時間嘅動作水母加上呢跳跳床的跳跳狐狸噶。第三集老嘅小機隊係英珍。大家好，我係韓世嘅時節嚟當英珍練跳舞，當英珍來見鼓手愛讀嘅英珍。第四集老嘅小機隊阿伯 Cam。大家好，我係搶死劇走外號就按到183嘅鐘伯 Cam。而拍攝啱啲，今日你係對中南美洲來嘅好朋友係阿Louis。大家好，我係曹超園來唔到附屬社會對人嘅蘇家華，皮嘅粗腐咪嘅阿Louis。我上喺做到啲件事，我冇按改呢，嚇。因為我我酷下伊啊！好，對面我小機隊阿美倫。大家好，喺學生時期全班唱歌，各位先生啊排位就係幫我排青後面嘅美倫。你嘅歌啊，做到按段佢慢慢嚟就做出來啊！你今天攞到兩片係攞片通告吧？係啊！今天你要是個主題咪讀訓購就應驗。係啊，有意見。好，唔過講正經啦。細漢家下，因為你下睇自家嘅性格是固定嘅嘛。假使本人轉到嘅樣是漢做在榜上，漢做在榜個嘅樣是可能係小學家下，對自家嘅性格嘅未來嘅期待係乜嘅阿志怡。冇錯，看到我就點我就會從細愛到大嘛。係因為你從家下美倫有講到嘅嘅錯嘅位啊，都係最尾一排。我從細到大啲教室地位都最頭前排。咩呢？係咩？你人惺惺相惜。我們是文粉筆會長大的小孩。老師的好爛水哦，又不騙我啲。你不要講，你別令有殺痛嘅。好嘞。你同情要識到成實兩清。嗱，我講嘛啦。韓國呢，可能愛擺啲嚟嘛，你咩係 TV 係最正嘅、最強嘅、最佔地位嘅。係，不過呢，其實嘅用詞我就當上會上過，不過有另外一種講法，就係講話，那係細人冇熱死到咧，就冇辦法幫過嘅。不過我就當採過，我喺過小6年生嘅時間，我熱死就來咧，我見結婚點麼，啊唔同，我就見。又唔會講係嘛？我就想是真嘅落嚟，為啥喺辦好卡前面卡走落嘅，估送嘅，我說我冇辦法上過嘅，不過我喺南地希望，係都係貴種，係冇上過，都係高中，我就不用去咧。用慢咧，應該係貴小家下就應該不用去。阿英珍用認同佢冇？其實我知道講啊，阿志怡種人啊，嗬，既然對身高有期待，我完全就冇有期待呢，因為我韓細嘅時間，我冇抗研就上到某個啊，爸爸媽媽其實就知道韓走得聽聽啊。他比人家族。冇錯，很會。如果韓有懂到你就講啊，哎呀冇相關，那等你睇嚟過後，你就會高咧。結果等到係落咧哦，係我行喺冇上高。唔過我有發現到我媽媽懂經，哦，有可能佢喺講到哦，這個家裡基因笨蛋就有問題。嗰時候佢就送嚟去學嘅跳舞，因為永遠就講啊，來勁啊，有可能你就唔會上高。嗰時候係呀下後尾唔知道，愛吼按你愛讀嘅，所有係不卡基因有問題，還有應該韓式嘅時節來勁速度嘅要求，雙管齊下，都有問題。
你不管这个咩有好处啊，因为他头前啊自己动都被排列给时间，哎，你就会排到他头前，还是一只老头是照颜值排。班上那个门面担当，空有自信，全部较爱死嘞。咩冇相关，因为可能佢喜欢家下安尼想，本身佢动有自信，动傻逼呢，动骄傲也就是呢。最强哎。我们说要是当了招待，我们都是第一批。系啊，去阿鲁演唱这个其他有冇？我唱这其他动西，又超过扮送一张同学的成功，我就会动欢喜、动满足的。而且像这种吼，都办行啊，考试咪考到比利时这种，成功咩冇摆到最尾，比利时这种就好诶，冇清后。差唔多，我老自己穷用，你迄从西。我就係扮送到空空，就係擺列咧，就輕條錢籌備咩輕條錢，不過條擺嘅時間，對門面那樣這樣想很好，不過條擺嘅時間迄個做嘅單咧，有只有個成果去排。哦有啊，有我嘅好夠有，迄個我嘅做嘅單咧啊，就從個幼稚園小朋友嘅老嘅青頭嘅同學邊嘅懂西呢，很像幼稚園小朋友的，也很好笑。酷的那个是哈比人中的哈哈比人，哈比人的最小的哈哈比人。我還蠻講聽，我上唔講呢，好夠要喺外去太醫院檢查。我記得我幾時檢查嘅時間，我心醫生，唔過個骨頭啊照出來，照個 X 光照出來長6 cm。哇，跟弄照出來有幾多 cm？嗰個醫生喺外我打嘅生長激素，唔過我不可能講我會不會有個副作用。那有大呢？有的。有用啊，有副作用，副作用會唔會多久啊？副作用係踢獎。那你有過看嘅漢醫嗎？哦，後來我沒有說可以。看你嘅漢醫過後呢，我各種3眼神就超過一隻同學嘅成果咧。哦，一我當係高中還有這個一樣的樣高，哦，有一人跟你講。我講。哋他暗暗，我係哈比人當中的高個子。對，其實。真嘅哪有人啦？老闆講法有冇意見？你莫安呢吼，真嘅。你莫起來會出鏡。唔好出鏡，唔好操成嘅你嘅樣式嘅困擾，好冇？哦，嘅白劍來講。哎呀，講到唱戲哦，其實我係像各種嘅虛節，就是開始感覺個，我喺睇你以後就聽會變做明星。哎，莫笑哎，寫虛節有夢想係都冇時間啦。嘿咯，不過咩從來演單上講，因為我不是想做諧星的，我想做係明星哈。但你很適合寫。對啊，唔好意思，已經走上那條路了。哇，因為寫虛節我演單嘅 vocal 吼，咁轉去 vocal 虛節咯，要經過隻門哦，太鐵門哦，因為要反射，所以韓國寫虛節時候看自己係顯了，看到哎呦，你比例哦，自己動好呢，哦，你外戲啦啊，哦，動四溫啊，我真嘅那個，他們主要講，因為國中甜甜嘛，忙賴夠啊，我就想說哇，你要重面哦，再給他一個180公分，哎呦不得了哦。係，跟一下咧，還好。也下因為大概轉到福卡係虛節咯，即係到我背有時感覺到終於自信咯，結果一轉到福卡後看到我爸爸，哎呀號稱160，直接清醒。夢醒時分。係咯，陳淑華夢醒時分嘅典禮啊。不過真嘅啦，因為睇下小年時期嘛，都會有自己其他種起到動煞皮嘅事情，少年維特的煩惱。係咯，因為少年特別沒帶腦。大腦出來啦，真嘅啦，該你揀自家，唔看，唔嘅根本嘅細妹人當中上來剃過嘅。唔錯，你30號搶眼嘅腳嗬，都在塔多一天嘅影片啊。那個意思，你不要勉強自己莫勉強完全會想講，哇，冇想到一成個愛死，跟住要按到嘅煩惱。你注意唔好按呢，佢係連腳帶、腳盤都差唔多。真嘅，完全皮好記得問題嘛。酸嘞。你按指甲頭光都起來當紅紅嘞，我就直接這樣子。按你頭一個都講過。冇啦，其實我冇搶眼設計嘅成功，我係都滿意啦，就完全冇想過，冇想過愛死跟住要按到嘅煩惱。係啊，但是我設計呢，就對我設計嘅成果，動過吃到懂煩惱。嘿，因為呢，這個時間。
因为这些我嘅姊妹啊，佢哋呢都係較愛惜條嘅，故所呢我就留一 V 嘅安排嘅時間，我就會坐到最後擺留 V 輪強就冇朋友咧，冇啦。朋友都係男朋友，那些拉嚟嘅朋友，係，現在朋友多唔多？懂男朋友，真嘅，來談一下啲雙面嘅空氣嘅朋友，唔知道雙面空氣有啥好？雙面空氣當好，你看演唱會嘅時候，當個當香，你睇到條件嘅出條件，不過其實大家有講到，我上嘅時間係全版清歌嘅，唔過其實冇當氣氛嘅，因為嗱我知道配你們感覺我係一隻動態時嘅人，我還有線 V 嘅，應該就全部都是條件。用眼就親民一排，幕後線排隊，也係個 V 全部都親民一排。還有作弊嗎？我沒有作弊的。我考學徐姐體育家寫好，因為他從後排開始收。還有親拼咪咋？啊，知道我不，你看我不會鼓鼓嘅安尼，駝背啊，就因為然後人家就哈別人講法，我做彎腰安尼講法，故所我嘅駝背會越來越嚴重。你哈別人，你一片頭就骨刺咧。故所我嘅樣是，我以前就希望自己唔可以再過誒。真嘅，你看，佢上來個人，沒有上來個人嘅煩惱。佢阿英真講一下，你啲阿下會 healthy 冇？其實講 healthy 啊，做講咩唔係講食飯嘅 healthy 啦，因為吼上到愛多咧，咩有定影下嘅感受啦，係啊。起碼係鋪粉。知道佢反駁啊，因為我用嘅材料唔是按度種嘅。你看，佢韓做在做細漢時節做嘅衫，上係同鞋。啊，上到按個就愛使用嘅材料就完全都在填充懂到新嘅東西啊，我買種新嘅東西。童裝也有新時代啊，沒有啦。唔過講真嘅啊，就係講其實大家成個部分都係下尾改唔得，除非你要留腳骨大團體，過來接種去，冇可能嘅。唔過像那個觀眾們閒聊下閒經行嘅後生地下吧，大家再來留大家分享下遇到成個有哪一條嘅改善嘅方法，留樸素嘅閒聊一下了。歡迎來到後生地下吧，廿個成個有結果咧。今日要留大家來分享3隻留成個有關係到嘅客話了。第一隻，身高，身高，佢23年青苔線，身高有180公分哦。第二隻，高大，大漢，23年上到暗大漢，結果連1桶水就開唔贏。第三隻，矮小，矮細，家屋卡嘅人同親上到卡矮細，唔知大家學會嗎？漢白遇到成個嘅問題就做得用到哦。後生地下話，愛你張來了。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睇上個節目現場，上一台嚟問過大家講自家，因為自家嘅成個細漢家下有遇到乜嘅事情，唔過啊真件吼有啲片有可能有2-3年，等下會行唔出嘅入樣拍，但係唔講嘅吼。大家來講一下，你頭擺吼為到咧改善自家嘅性格，不管係你想嘅為到，冇上到眼過好咧，係講我係上到喊阿哥，你做嘅哪一啲事情咧？阿你家咧？因為從外條我下面上係同嗰個我下啦，吼。我做嘅事情，這個事情啊，冇啦，其實這個事情你就阿爸阿妹接送到哎，你講就是愛做地位水母，講得很虛虛，做地位水母，然後跟別跳床啊，又是跳床，跟演給跳床給運動，哎，然後跟別跳100下，當日都要跳100下，韓國愛打籃球安樣，我說俺們喺籃球殺嘅殺中哦，唔過就安樣見來見過，哈，真的好煩惱呢。你等下，好煩惱，怎麼辦？對不對，偉倫？等下第二片有戲上有人盤戲，你阿志咧，默劇先默劇哈。好，其實我從細到大咩位都愛上過做會動到嘅事情，用是醫生還特別同我講，你大二就會跳繩誒，韓國你跳繩嘅方式是要，比如說今天係100下，聽日就會200下、300下、700下，而且個加上去，而且上一個戲唔係要跳300下，我一動不會跳，所以噠噠噠噠噠噠。
还讲呢，俺妹当然是牛奶啊，还有是汉药，没冇上过啊。不过后来俺发现俺接触的一件事情，俺就用爱心来表现，因为现从一下俺就做哎呦，较多呢衫，系冇？韩国俺嘅肤就做较高嘅喂，你看俺嘅有啲叶片，系冇？故说俺嘅脚就暗藏，系冇？哒哒。哎，你剃了还比基好，皮蛋老抽蛋重要。你看你是臭点就好嘞，你臭点比基还好。很空的做嘛，你抽蛋老皮蛋重要。韩国俺嘅，你看俺嘅鞋要跟獎動，唔看哎呦，系冇上過。好嘞，錯。你看人嘅比例就同好，前頭就講誒，看人嘅相片啊，韓國呢冇起到藝術紅度老到係170公分哦。白強，你自家來講，後擺做過哪啲想去改善自家性格嘅方法？好，因為應該係講，你差唔多係國小6年生的時節，這個青春期時來的嘛，雖然應該慢啲，我哋國中差唔多2年生的時節上來。因為要來，那種會變相啦，哈，開始變。用咩身體會分泌出something，you know，有變化，有變化。哎，你要講完清楚嘅哦，你盡快去出現啦。係啦，就解釋咧，其實咪我哋當笑嘅，講嚇，來唔差咧哦。嘿，所以我家家是攞嚟咩講嗬，家本來是轉個湯。其實當去，嘿，佢當去韓語哦，Q 嘛個貼本啲，跟住公司地位多，大家怎麼穿哦？他們覺得說，哦，這個是神醫的那種，對，都會穿哪一片下靈呀，下又好啊喲。然後佢就不愛學啦，佢喺度當寫嘛個，鈣骨啊，哦，不過鈣啊，長得又好啊，足夠之後哦，佢講哦，就聽我學牙之前。空腹血就吸收係最好嘅，所以我血嚟之後，因為很熱個，真經強腐咧，我單場血嘅痛哦，我就血唔睇咧。應該都好深咧。嚇，真嘅哦！哎，你們家哪一家的？哎，我到咧很多差的都差。不用問。好，跟血睇嘅痛咗之後咧，跟我嘅血唔睇啦，我就不愛爸爸血啦。結果咧，我讓爸爸血來安到吼，使用我福卡完全冇學過嘅樓梯上到全福卡最高。嘿喏，我都懷疑他是哪一家生出來的。中唔得生。嘿喏，看你用啥就會中唔得生。係真緊，那地運嘅天熱錢。係冇唔錯，因為吼，哈佛嘛有講啊，明代主好是絕對有，明代末時是莫強 Q。你兩沙吼，下聲音可能好會有。學會愛自己，較重要啦。將世多態啦，大家有認為自家上到好矮啦，講上到中國發生一啲好見笑，講似到冇面皮嘅事情，冇阿 V 論。我時間知道大家就家你講，佢頭擺去咁啊籃球隊，其實嗰時候當到人對於嗰個人做一種誤解，就會知道嗰個人一定會打籃球，然後我講係完全唔係。但係嗰時太後1年生嘅時候，佢一到內行呢，就本當到學生講，哦，13年當過喎，一定當會打籃球，結果來參加呢內行嘅籃球隊，結果我一起打。佢下就講啊，條文啲唔是仔來咧，嗰日講什麼啊？我香港咧，我香港唔一條什麼嘛？我從來都冇講過，我會打，呢啲奇怪嘅人咧。真嘅有偏見。係啊，充氣動會打唔過，藝動會。係啊，你看到按上都按。呢個有啲意思，愛嘅人都會打。係，真嘅，佢咪看到籃球隊嗬，佢愛惜點都佢會打。係，佢本籃球打。我講哦，兩咪，你阿英人頭擺要發生過嘛？你知道，多啲啊，喊到好稀潑潑啊死嘅事情。有咩籃球隊上班嘅事情？嘿，你講頭擺係讀嘅體育學院嘅體育學院的，啊，你嘅內咧係啲資料，當講咧6係一個球類系佢哋嘅教室，有一班人關鍵吼去上課，啊就乒乒哦吼，你都去天台地度，跟門係望黑起來，一個籃球吹嘅，規吹嘅人張練一睇啊，佢佢咩乒起來啊吼，然後就按到這個6樓，啊你見到運動道啊，啊就站到個天台最底部嘅角落底部，結果叮資料去倒流，門打開來，我想講我出去，啊唔過我頭前全部就係一條一條嘅書誒啊，這個全部都像書誒，咁樣我就做唔起啊，啊記得很懂嚴夢哦嗬，190公分在那個上面，那邊說誰啊白痴哦，幹嘛24樓啊？我就想講輕矮，唔過我記得上到踢狗咧，根本就彈唔到，我就彈起來，你話嘅轉到3.6喎，冇錯，後來已經冇乜管跳啦，我當機就我一陣，
纵身讲出去咧，跟门啊还蛮管太跟时间，我就躺到底部跟篮球吹跟后上面就讲，哎，刚才那是人吗？你说是他比人，我真的很生气耶，露出。那个意思啊，他们190公分啊，153公分，靠上来有可能真是看唔到啊。你做嚟聊下就做成去，我有因为个金钟奖有冇？按公分的意思。唔係你提起來辣見笑。好嘞，基本你三啥啊？都有得個金鐘獎，然後因為個金鐘獎嘅就上到。信過母雞啊，上過蘋果。我們要求金鐘再次審查。沒有，金鐘的評審標準就係款訓過，我就把錢總得。你講只要跟時間就下153公分，170個總得。你看到148哦。總情那你們沒有看報名的標章嗎？一進去就寫呢。我亂講。阿路來講一下你自己嘅想法好冇？我吃了我哋下動漫就我哋下嘅成果，因為呢下嘅成果還做得買嘅童裝，還有搞男朋友嘅時間，這樣嚟一下。好，這樣。就這樣，小鳥依人。好，慢到錯。還有我嘅衰嘅雙人床嘅時間，你做得對嘅當杯沾來沾去，會跌落去。冇錯，我一聽冇辦法，一聽唔掂，你都給做完全唔掂。真係衰飯店嘅時間，佢腳用眼就頭腦白，飯店全部嘅面場就本下邊嚟衰。嗱，做緊9點啊，衰冇做緊9點，腳做緊9點。可憐哦，菜哥啦。真嘅啦。最好靚。唔過啦，真係看白好看阿 V 輪熱天時節啊，腳純粹去下涼爽啦，唔怕。我一本貴名叫。真係就唔掂咯，跟阿志瑩接下來講下，頭擺要度過乜嘅事情，真係嗬，見到會死。真係當菜哥，而家喺水務當菜哥，我喺炒菜嘅時節當菜哥，因為嗰陣時學生嘅時，你就會炒公餐，我上課啊下課啊，跟下課要下班嘅時間就當嘛，菜當就難嘅人，嗰陣時我就結架就站落去咧，跟當到嘅人啊，我就起啲時候係拿嘅公菜嘅雕法，用雕的，結果因為我用來就當過嘅，後來我順風還有1V4來，就係夾嘅樹夾下嘅。初步些動粗動粗，係，不過要動人係就冇辦法揾味嘅。結果佢公差時間唔點用乜嘢，係對我有乜嘅問題係嘛？佢一係好點點嘅懂得咧。哎呦，半夜頭拿都頭家壓你直接衝落去。係，真係捱嘅鬼上面有。哎呦，洗面咧，今天是洗面。鬼上面都會捱嘅粗布片。轉都不看，你就勁洗面，真勁動粗。我咩有同感呢？我坐嘅捷運嘅時間，佢哋嘅糧食咩係熱甜，你講下我嘅成果啊，同源都係都嘅大家嘅樹腳下，你講啊，然後呢三年有嘅粗腐片，我就轉到呢邊啊，咖啡油，我轉到呢邊咖啡油，你來你全部都係粗腐片，你當得人驚。動過佢啲咧看嘅數據，看那佢就將佢嘅數標都喺個頭拿得。做雞架，動家咧本人愛用烤到。正經，你就係大家嘅艱苦嘅所在，啲唔過嘅理解吼，然後阿志也有這千年不解之緣吼。感情挺好咧，因為呢，就像我老佢感情當好嘛，接上去傾下啲關係，但是有一班人我就讀到我嘅朋友就講，嗨，我就講嗨，我冇想按到，唔過呢，講嘢嘅時間嘅就自己就同佢講，哇，你從某啲老娘嘅好妹妹一起去看戲，是不是？她是誰呀？但是是我學姐。阿志怡再拜重申，阿志怡係你家嘅學姐，韓國太亮嘅。好啦，講到正經啊，大家講剛剛平常時嘅生活就是都按到老身高有關係嘅問題。大家想問一下，大家就係講，而尋對象韓國尋日嘅投入家下會本日嘅身高來影響到嘛？等下再來繼續嚟大家向下打嘴鼓了。打牌去看哦，信過唔啦187哦唔係咧，所以去看不過。你沒有187的，你冇187的。後來應該治療檔我就改啦，就172。因為叫大嘅，我是不小心自己講出來咧。唔過呢，我有隻條路，我當上去吃，唔過冇機會吃嘅就係空中小姐。唔過佢咧。
他有气小弟在给身高给限制，唔过呢，你还会名到给支部上漳州的。冇希望你有名爱到冇？我名喺度，冇大佢，冇大佢嘅名喺度，冇大佢係佢唔到。歡迎大家到嚟後生睇相關節目現場，上一台問過大家講，因為是因為自己嘅身高，遇到那條影響到深刻嘅事情啊，本人看唔到啊，一條嘅樹嘅啊，又講，人家會知道講唔到，較愛嘅人會撞到夾嘅樹夾下按嘅事情，真見當定鬧。唔過你下一問題講，自己要因為一個身高嘅問題啲職場上又是度過那條嘅問題嘛，阿伯謙。有講到職場哦，就非常的艱苦啊，尤其做主持嘅挑戰兩年時節哦，步履維艱呐。哎呦，因為大家開始做主持嘅時節哦，冇買個作品啊，冇買知名度嘅時節，常常是托埋嘅，就看嘢來給本個相片，本個訓購啊，基本的資料啊，體重啊，就相信什麼應該看三圍基本計掉。所以看那訓購，大家去看哦，訓購啊527哦唔係咧，所以去看嗰個。你沒有170你冇180哦。後來應該資料檔我就改啦，就172。因為叫假嘅，我是不小心自己講出來咧。因為有加上加海爾加構圖，那就做海爾啦，冇做海爾嘅政策啦。你都踩高蹺啦。唔會，哦，所以按樣嘅感覺，你看，該本應讀相片聽起來感覺係咩？從菜市場上的菜強樣，就是哦，你菜哦又辣台哦，你菜唔辣台就唔會。不過你本來就係一定會調皮肌肉啊。唔係啦，後來應該發現到吼，有一個改變的方式，所以應該本來自己嘅價值哦，來到發通嘅主區地位都係天花板的價錢。哇！這變做一家品牌咧，就按照重白強。兩項用是做的，因為老師家嘅缺點變做自己嘅優點，啊用心是做得了吼，都好啦，該阿志咧。我唔係操成設計問題，我係操成配上人嘅問題。因為之前我就拍嘅公司嘅人生劇場嘅電視劇嘛，嗰種是你就愛有一出戲，用埋戲呢，嗰出戲就係我愛對個bar地位都對入口，愛行到個吧台嗰片，就同兩位男演員來對戲。唔過我究竟做嘅高漲下咧，係喺我最高嘅高漲係，其中嘅兩位男演員答案呢，係喺東愛。故所以我用家上面嘅出戲就一定愛對愛對入口，就愛用行到嘅吧台嘅片。故所以嘅劇組就同辛苦嘅，行貼片拿嚟當到嘅用埋貼相。哦，上嘅我唔錯，上嘅韓國嘅上嘅哦，總得定位哦，因為你愛行路，故所嘅貼相就會對入口擺到嘅吧台嘅片。哇！很辛苦。以後就有阿志嘅戲做每翕。講到啲嘅上嘅嘅故事吼，唔單止有吳婷婷，嘅阿偉倫沒有相關嘅故事。你需要唔免愛跳。之前太好嘅時節啦，有迄個飲料店去打工，嗰樣時啊，佢頭家面試睇嚟，以後就6-7年以後，其實人來講，唔定係做乜要6-7哦，因為愛高。其實做乜要請較高嘅店員呢？因為啊，佢夾嘅飲料店嘅吧台較高，愛嘅人啊吼，不跟嘅吧台動到，其實嘅人後來看唔到嘅店員啊，係啊，無人顧店樣嘅啊，嗰個6-7年，然後都係因為愛思維，你係愛動靜，結果係因為愛高，結果。飲料記得就看唔到，不過佢唔留嘅頭家佢用填出來，其實唔是請高嘅人，佢頭家就拿相去貼到天嚟講，安尼愛嘅人咩做得做嘅啊？係啊，真嘅，唔過真嘅啦，就係沒關係，我也想不到什麼，因為就大家講聽聽啊。賺錢啦，唔是買嘅貼相。不過這種問題應該係頭家自家從嘅櫃台變到較愛就好了。我像我大擺去買飲料嘅時間，我去甲塗相誒。唔對。我知道人安尼咩唔對，我喺頭家我真唔會留佢撞啊，因為撞嗌當貴，貼相係較便宜。頭家，就係佢，坦白佢要開涼水店，你睇家就去買。假使嘅貴嘅聽過吼，我就跟你說，等下子瑜來，你可能用介紹。用介紹。就係一定付按樣，嘅阿瑞來講下，唔知家有度過呢一種嘅情況冇？也係講，也下想去做一條路，其實有一些咧身高嘅限制。我冇呢，我咧做一條路冇本身高受影響。唔過呢，我有隻條路我當上去吃，唔過冇機會吃嘅就係空中小姐。唔過其實
有气小的那个身高嘅限制，唔过呢，你还会名到嘅子母熊掌走的。冇希望嘅。你有名喺度冇？我名喺度，冇大腿，冇大腿嘅名喺度，冇大腿佢唔到，那就冇辦法吧。嘿，更勇敢散哦，更勇敢散嘅。不用去。嘿，对，所以我上到咧，嘿唔嘿要身高較高嘅人，適合來服務大家。哦，你就較好名聲了，就會幫你哋條服務嘅。你整彩，你看有用的。再見啦吼，愛嘅人啊吼，還有哈比人族群，千萬按比切價。真嘅，你就係面對天才，錯冇？唔過你笨蛋就會去搞了，安慰去搞，笨蛋就會安那樣，因為你就冇辦法現實嘅條件太少，你會接受，你就洗腦者，挨後面講，挨後面講，挨喊白會後面，你係點樣？全就來服務挨按傻批，係冇？冇錯。係啊，真嘅。不過還有一個問題就講，即個吼，即個住在咗這狀況啊，還有一個可能係會讓你長久久、遠行下去，無天數會行下去啦。不過你都托，那我一般家下，你會注意到你自己嘅身高，還係對方嘅身高有到達冇阿認真。其實啊，有當人啊就會想講，我應該請一隻較高嘅盤啊，吼，有關一個優生學。我想來去講吼，我想要講聲音，但是我還是很注意哦，來知道 V 來一個啱我一盤，一定要有180公分以上。唔可以太高誒，唔可以嚟香港都好用。跟人家聲音，我對你來講太高誒。唔可以，你這個脖子會會凹洞呢。呀，全部就是用內功發嘞。清新的時候嘞，會親到啊。他們抱抱的時候，他一直聞他肚臍味咧。唔過主題啊，條事情係一個重點啦，就係講你從神發底杯啊，像蛋糕嘅東西係拿唔到啊，然後會從鼻行幾個時間啊，根本就唔是等個空姐，我有少爺會幫我服務。哎呦，放行李箱，行李箱拿下來。還有啊，我給唔俾男朋友，給公器巨人，使用係公器語。我同講，也係愛嘅表現。你呢種亞條後咪嘅幻燈泡啦，吼，蛋糕嘅 Q A 嘅東西啊，呢度愛嘅表現係要冇辦法，係要總愛，唔講係做嚟做物嘅，佢絕對唔會同佢搶。哦，擦地板，米梯奶，冇錯，做個米梯奶啊，佢做得出到吼槍利利。我有一個朋友啊，182公分，哦，佢之前就講叫我來出個梯奶。結果咧，本自家嘅腳感動，我認真啲咧想，我用嚟本自家嘅腳感動，我感唔到呢。嗰時佢冇辦法出個天啊，我就走得來出天啊。係啊，我都互補。你講不應該應付，等下講死嘅。講死嘅，唔好談講，你下發有幾發，人都愛電的，冇會講死人嘅。你覺得愛電的，等下會講死人。嚇，我用嚟講。好啦，即個講硬咩唔掂，用緊實會講到即個。不過你家嚟講下，即個托，嗱我一般家下，咁會要緊加嘅身高。當然同要緊啊！嗰時候我就會睇高嘅煩惱啦，係因為真嘅喺個細模係睇高嘅話，有陣時就係潛較高嘅身材。會要緊個鮮紅較少啦。真嘅鮮紅很少，都少，因為像我嘅男朋友啊，佢差唔多有183公分。哇，真的183，真嘅183 club 嘅重嘅，嗰時候 Annie 嘅時節就會完全係同個嘅家族嘅感覺啲嘛。唔過後面雖然係分數嘅，後面我就係潛嗱我一紮細佬朋友嘛，嗰時候呢我就會用同要緊嘅身高，差唔多要緊有5年嘅時間，簽唔到，係簽唔到，完全簽唔到，因為可能佢嘅性格同好，但是我就會同要緊嘅細佬嘅身高。唔過後面想講算嘅啦。真件挺難的，講大自家嘅標準，係因為呢要談過一句話吼，迄個上較高啲位，可能就會運動較好啲位。唔講呢，愛食嘅細佬可能就條路較好啲嘅。兩個認同接近非常嘅人。你而家意思係加嘅涼水店打工，其實條路唔好。哦，佢呢度好，他例外。係，健運通唔好，幾出條路好。唔都係按弄人家小男人嘅講唔出來呢。我想過啦，男朋友做嚟認識一下白camp啦，他的鞋子吼墊很高啦。係啊，從高中嘅時節是開始做嘅增高墊咯。你自己會注意呢個要緊呢個身高嗎？因為我受到我咩讓向真緊動態，去搶先之後來灌輸哦，真緊有時間是開始哦。唔係講我經讀書哦，唔係，他就講說你後來睇了以後，已經聽佢請人家身高會做
德啦，还有吉祥，还有爱心，这个优生学进行动重要，你用落去是乱差点地嘛。哦，后来哦。我是看爱爸爸，就想讲，你很讲爱，你为爱爸爸有啦，有爱心啦，有志向，我嘅性格嘅部分真嘅不及格呢，就蠢到呀。不过後來我真嘅多了一下，睇嚟之後就發現到，其實性格唔係最重要，因為相愛容易相處啦。你做啲千多件衫，做啲拍手不分離嘅人哦，真係最難得咧。因為種真的很奢侈哎！你看兩行人哦，人海茫茫，因為千多件衫嘅，哎呦，係嘛？然後你天數給你，哎呀，好難。等一下。爱吃豆，你还西北终点，你像这茶呢？没有，我们不是那个征婚，还是自己的爱情观呢？给选国跟问题。意思就是讲选国唔冲嘅，是重要的啦。跟阿 V 伦有注意到，唔要要紧嘛？爱吃豆讲要紧，因为爱吃啊较高咩，爱吃豆系让另一半比较矮的话，那讲法，那做玩摇啊，都还讲法互动就当困难，看啊做背咕咕的，那按讲用讲法，系嘛？还有翕相的时候，出去了翕相的时候，就会唱嘅七爷八爷同样，一撒高一撒矮，按你看得系。都是马西亚吃豆，差不多正负5公分，差不多。正负5公分，那一些讲，没，那一些讲比讲5148，你就比你看狗一系列就不会啊。不要。佢梗係有講過成個無重要，你睇153幾做買，幾險做得嘛？只係愛當愛，唔過愛吃上面愛有170公分。我愛做得，你做得啦，幾險做唔得，幾險睇下無個講義哦，唔好即係先甜喎。如果真嘅啦，滿睇假設講吼，觀眾朋友們想下，你喺身高對你來講，咁真經意重要，你身邊有因為身高結果發生當神奇嘅事情嘅朋友冇啊？等下再來繼續來睇下，向下來分享了。就大概給閃夫4後啊，我都要自己跳進去。你哪唔多？你有叫唔出來係嘛？那大概要哪個時間？我的2隻腳已經懸在半空中。你要講係真嘅假嘅？真嘅唔會跌落去。真嘅我拿唔到。因為聽講嘅，因為買幾種滾筒式嘅，你就唔是按用嘅。門打開來拿。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睇上個節目現場，因為上一段其實大家講到吼，笑都會是，鬧都會是，唔過係因為你大家吼，其實都當熟咯，係因為成個嘅問題，才會知道惡案神奇。唔過千萬唔好因為人家嘅日常生活態度，還有其他人因為成個嚟恥笑騙人，你係當唔好嘅事情。我喺講吼，千萬唔好笑阿伯強，佢得個金鐘獎哦，千萬唔好笑阿志怡，那金鐘獎誒主持人咧，哎呦，冇可能安尼哦，阿志嚟。好啦，本來講嘅，嘅身邊嘅人要因為自己嘅身高嘅，發生當特別嘅事情，係當好笑嘅事情冇？唔係我自己發生，係我一位朋友，佢係細個朋友，佢就上到東哥，韓國嘅面沒想到佢上手，唔過呢，佢媽媽就係從愛強用就懂愛惜又懂笑，韓國呢又保養都懂好懂親生媽媽嗎？嚇，親生媽媽嗎？親生的，唔過佢爸爸係東哥嘅啦，也唔係重疊，係有一班呢，佢就皮店佢媽媽強係用嘅，佢懂有效嘛，就去看上。啊，係嘛嘅，嗰陣時我嘅朋友佢就順勢愛用啊，青菜看看啊，佢點研究門佢講，我聽送朋友看衫褲係冇啊，佢我嘅朋友就講冇啦，就青菜看看啦，佢點研究拿1兩衫褲，不用到佢媽媽嘅身，然後就講，一兩同事喊人朋友呢，結果佢就動氣，佢就係咪佢上到鐵路嘅，唔過佢媽媽就動話就講冇啦，佢係捱嚟啦，就佢媽媽就動翻去，佢係點演嘅新馬動，有勝利啦，做勝利啦，依法山哦。佢嘅媽媽買係
去动刀练三夫。嘿，这前班他的意思就讲，老安你讲，以我辈前班唔好相信点面嘅状态。哦，会骗人嘅啦。花花巧巧，爱冇讲。唔讲不伴妈妈欢喜就好咩？你欢喜吼，喊摆赚钱嘅时间，就又本来就买东西咧。哎呀，阿英真咧，你这个有度过那条事情？有一班我同我嘅朋友去個台南寮，台南有一個素材很多樹屋，你睇呢個有去過嘛？就一個樹誒啊，上到動態條啊，吼，韓國安尼網家出家嘅啊，我看到我就動跳啊，我就走吼，安尼蹦蹦跳跳哦，吼，結果又奇怪，我朋友因為冇停種類咧，我嗰條朋友差唔多就170公分、180公分，啊就看到吼，佢哋全部都在。很辛苦，因為你會衝到個頭腦，但司機當空了有一種東西啊，係冇辦法理解嘅，按到一種字，但我會想小心撞頭，我大概就企到個頭就撞到，我速度秒到，我撞到個頭了。嗰時候我知道，你上到愛嘅人較靜一些咧，頭腦係動正規嘅，天公爸做個哦按靜，個頭腦會聲音，所以才會把我們生這麼矮啦。冇錯。怎麼個有可能？係咯，我最近知道吼，嘅小心頭部啊 ，watch your head，記得完全用到。冇愛用嘅問題。沒關係，因為又相信我跳戲，哎呦，讓你衝一下，你應該就在說我吧？可是我在因為他們有個軟墊，我想要體驗看看被撞到的感覺。我最近唔知迄啲種人都上乜嘅阿美倫。好，我去家塗學校啊，唔係塗學校做事，我係要當到嘅公讀生，學校啲都要當到嘅公告，我嚟搭到嘅布告欄行啊，搭海報啊，係冇唔錯，海報。有一班啊，就係講公讀生啊，我就講唔可能係去拿嘅交代吼，然後搭係嘅海報，結果講完以後差唔多半點鐘哦，一下去行出門，一下去行面來行出門，起出，那就想講半點鐘過去嘅還忙搭好，所以你同佢做乜嘅？佢就講唔係啦，我前嘅燈咧啊貼起來，因為我拿唔到嘅幾個當個嘅教台，那想講，我喺度想啊，我隨手可得嘅地方啊，佢148就老紅窮樣，後底唔係啊公讀生，佢就根本唔唔到嘅教台，個以後我就唔敢喺佢搭海報嘅。懂出嚟講呢？對啊，就大概嘅3分4後啊，我都要自己跳進洗衣機。你拿唔到，你叫唔出來係嘛？我大概要哪個時間，我的2隻腳已經懸在太空中。你係講係真嘅假嘅？真嘅唔會跌落去。我拿唔到。因為聽講因為買幾種滾筒式誒，你就唔是按用誒。門打開來拿，愛嘅人動到 tip。有一班男朋友就想講，你今天走埋咯，然後就看我。會讓你轉落去，見到佢呢點樣死神啊！我哋下總算啲，做乜嘅世界上會發明滾筒式嘅洗衣機？就係呢度哈比人設計的。這下理解。我愛我卡嘅20公斤嘅洗衫機，愛咩唔是按嘅啊？係啊。冇咧困擾，唔過真嘅啦。問題家最面所講，吃到廿下嘅身高，吃到很用版型嘅阿里講。我非常滿意我自家嘅身高，因為呢，大概呢，我哋做衫褲嘅時節啊，也係做條路嘅時節，將我讓他做主持嘛。其實都身高高嘅方嚟做，較有優勢啲嘅。係因為大家看見哇，你嘅高踭鞋做動高誒，完全唔係喺我自家本身就動高，好唔好？冇啦。可是但是呢，其實我知道，因為就會較高啲誒，嗰時候呢，你做嘅高踭鞋，咩唔是做鐵高，唔是做鐵高嘅時間，你就規日嘅規日都唔會做動開。係，嗰時候係有幾個優勢啦，我都蠻應該。優點啊，對你來講，嘅身高高嘅優點都呢一片。不過白欠人遲到，對你咧嚇，你遲到就慢二麼？門牙你叫門梯哦，真的是大忌嘛。因為喺哪時講？因為我前幾冇乜人係訓告啊，因為我從細時就在想法上講吼，假使你啊接骨又個手術哦係安全嘅，我熱天係我熱天無去做，我而可能按到治療，結果吼你啊風險哦強大咧，因為佢會唔單止個腳哦，會去穿短腳，佢會就上去哦個。打斷它就有一輾轉來，嘿咯，它會有可能貴聲音是按用就是夯乳毛風險，嘿，錯。莫假使你看我哋一種面吼，個本來佢10公分最好咧哦，最好咧莫個10個多哦，你看。我可能哦，就冇聽錯，係你個主持人聽的。我做啲合接平嘅所有嘅夢想，我做啲做名聲，我做啲傳好多錢，我做啲做怎麼用吧？
客家林宥嘉，知道你都在抖水木啦，抖水木，拢差的啦。应该是因为已经还没到水母的意思吼，笨懵啦，笨懵合家，我啦，天公法係公平嘅，我知道。哎，那家下懂 health 应该很比讲法，讲啊一太简單，对啊，金鱼供奉就好嘞。好嘞，你點點，三公分免拿的啦，亂講。對啦。阿路易來講下，唔知啊。他動漫就愛咧下嘅時候，唔過呢韓式嘅時間，我真見要動無痴心，因為睇下嗰個對個哥哥嘅微笑看我真係用幾條奶起來看人。那之後我5條看人，係5條看人，我覺得我好可憐哦。唔過呢，我哋下。我嘅身高冇影響到我嘅身法，我就懂滿足嘅。我要懂什麼？我嘅野愛啊、條擺啊、慢奶嘅情況法，本來身高兩下按落去，我就懂歡喜咧。所以說轉去理解咩感想呀，爸爸。真係我咪非常什麼我嘅阿妹阿爸哦。係咪我什麼我嘅阿伯？干嘛？你是講出來阿伯公？哎，這是紳士的解謎哎。咱咩重點？阿英子，你對亞下嘅成果有滿意嗎？哎，其實我十分滿意呢。我只有講吼，反報數一個一本，而你獎金來鼓勵吼，上到按你愛多嘅人，而你較上錢。嘅熱愛獎金做得一個。冇錯。哎，你有冇使用到嘅字眼較少啊？像有一擺我同我嘅同事向下吼比出過去做事，哎呦，嘅主辦單位就做講動排泄，因為吼嘅比行去較細站嘅，喺個草檔吼規身咧酸軟啦，扭瘦瘦。係就說排泄啊，嘅比行去按細集啊，跟用上去想講，唔會啊，係唔係？係啊，你做得啊，係唔係要客家人嘅精神啊，較好相處啊，吼，唔會做講嘅味有乜嘅問題啊？結果我轉來嘅時節啦，吼，我沈豐籌嘅同事還有185公分，然後規個行場都按咧。就做得非常的挺，然後它是被擠進去那個小小的位置裡面，膝蓋剛剛好頂到前面沒位，不是剛剛好，是有一點被擠壓到啊。唔過咧，我啲自己成空就按嚟摔木，按嚟摔過來，又按嚟摔過去。就嘅等嚟就像個民眾咁樣，佢就一想講，我用嚟摔到按好呢，鼓手啊，所以你按嚟經驗就懂吼，不是事前慢慢嘅豪華艙，那個經濟艙我坐起來就像豪華艙了。真嘅，我罷了。像喺你身高較高嘅人，去買個涼殼、涼家，排泄嘅腳，是只鋼道，是只佢真嘅係吸到規張人，再吸到幾片。冇錯，家裡的浴缸我都當游泳池，你知道嗎？搶不住骨都給撐過來，我講真嘅啊，你下好真嘅係大家咁樣分享到按度，係老身高有關係，你下咩改唔得啦嘛。所以呢，因為你下發有講嘛，3分人才，7分打扮，加定其他的方式改變自己嘅外形啊，其他的方式來增加自己嘅知識也好，莫因為自己嘅身高唔拉下太高咧，知道自己無自信，增加自己頭腦度嘅知識，就係最重要、最有智慧嘅先生，要記得咯。下禮拜挑嘅時間繼續嚟收看後生睇上公，要發睇假公，上嚟聊聊，拜拜。原來上來哥也係上來誒，同大家人嘅心感度，會有很多無相關嘅想法，甚至同生活上嘛會因為性格影響到感受，而你冇辦法完全改變長相嘅外表。冇聽錯，嘛真難去滿意。唔過，一定要記得，千萬莫本主觀嘅標準途徑咧。大家人討論世界上，都係最特別、韓國唯一嘅哦。